象廣播地帶。3、2、1 ，Go shoot！ 哇！大家好，我係小小科學家秦家豪，歡迎嚟到科學小知識。你哋有冇玩過啊？就係呢排好 hit 嘅爆旋陀螺啊！今日會用到嘅工具有陀螺盤、發射器、陀螺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點解發射器拉得越大力，陀螺就轉得越快呢？平時拉道門就用拉力，推道門就用推力。依家就交俾另一個小小科學家。我係小小科學家手部長。咁陀螺轉嘅力係咩力呢？原來就係扭力。同學仔睇唔睇到有咩分別咩？第一次我拉嘅發射器力量好大，比陀螺嘅扭力就越大，扭力越大，陀螺就轉得越快。第二次我拉得好細力，比陀螺嘅扭力就越細，陀螺就轉得比較慢。原來我哋玩陀螺都會認識到一種力量，就叫扭力。咁拉發射器嘅力量越大，扭力就越大，陀螺就轉得越快㗎啦。都要記住，玩陀螺嘅時候要注意安全啊！今集嘅小小科學家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3、2、1 ，Go shoot！哇！